呢一類魔鬼非用祈禱同埋禁食咧係唔能夠趕出去嘅。誰該祈禱同埋禁食呢？我作為咧一個信徒，認為所有嘅基督徒，一個天主教徒都應該本身時時去祈禱，同埋有定期禁食呢一個能力嘅，令到可以操練自己靈魂上更加係親近天主。而富貴嘅人自己必須要祈禱禁食，佢嘅家人亦都係強烈要求佢哋要有祈禱禁食。為受害者而言，呢一個係信德嚴峻嘅考驗，而回應修德成聖嘅特殊召叫。至於佢嘅家人同親友，亦都係邀請佢哋具體展現基督徒嘅愛德。家人自身嘅祈禱確實非常有效，全家攜手合作，有助於營造正向嘅家庭氣氛。除咗呢啲人之外，其實整件事所接觸嘅人，驅魔師、神父、朋友、醫生、社工，任何一個人都應該參與，目的只有一個，讓你嘅身心靈都轉向基督。所以請大家祈禱同禁食，天主祝福大家。